喺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強大嘅科技。AI 可以幫你寫程式，而家嘅醫學可以做最精準嘅手術。我哋嘅平均壽命睇落好似長咗，但你有冇發現一個好吊詭嘅現象？我哋身邊生病嘅人好似反而多咗喎。唔係講普通傷風感冒，而係嗰啲斷唔到尾嘅慢性病，例如濕疹、哮喘、焦慮症、抑鬱症，甚至係年輕化嘅癌症同各類自體免疫系統疾病。如果你去睇醫生，醫生可能會同你講正常啦，香港地邊個唔係咁，壓力大，食無定時。但今日我要介紹呢本震撼全球嘅作品《正常的迷思》，作者加柏麥特醫生就有個唔同嘅睇法。如果你覺得病係正常，咁呢個社會就係瘋狂。麥特醫生做咗幾十年臨床工作，佢發現一個醫學界長期忽略嘅真相：人類嘅身心靈係一個冇辦法分割嘅整體。我哋社會定義嘅正常生活，本質上係喺度不斷磨損我哋嘅生物機能。今日我哋會用10分鐘時間，一層層剝開呢個社會嘅毒素，幫你醫翻病痛背後嘅真相。麥特醫生提出一個觀點：我哋身處嘅社會係一個有毒嘅文化。想象下，係一個實驗室嘅培養器皿，如果入面嘅細菌死晒，科學家第一時間會問：係咪個培養器皿嘅藥水有問題呢？但當現代人集體出現精神崩潰、身體發炎嘅時候，現代醫學只會將你當成一部零件壞咗嘅機器。佢哋會俾藥你去壓抑你嘅症狀，但從來唔會問點解你身處個環境會令你咁痛呢？第一點就係孤獨都係一種生物毒素。喺2026年，雖然我哋有好快嘅光纖網絡，有無限嘅社交媒體資訊，但人類其實係歷史上最孤獨嘅時期。麥特醫生指出，人類係群居動物，我哋嘅神經系統需要同真人連結先可以維持穩定。但喺今日嘅競爭環境，身邊嘅人全部都係潛在嘅競爭對手，孤獨感會直接發出威脅信號俾大腦，令你嘅免疫系統長期處於發炎狀態。第二點就係永無止境嘅虛假需求。點解我哋咁大壓力呢？因為資本社會不斷話俾你聽，你手上嘅 iPhone 已經過時，你一定要學識最新嘅人工智能工具，你先至正常。呢種永遠都唔夠好嘅集體焦慮，令我哋嘅身體長期分泌皮質醇。皮質醇本來係用嚟幫我哋逃避老虎嘅，但依家老細個電郵或者人工智能嘅威脅就係嗰隻老虎。當皮質醇24小時都咁高，佢就會開始融化你嘅肌肉，破壞你嘅睡眠，最後減弱埋你嘅免疫系統。呢度亦係全書最令人害怕，亦都係最需要你停低思考嘅部分。你嘅性格可能都係你生病嘅原因。麥特醫生研究咗無數患有硬皮症、類風濕性關節炎，甚至係肌萎縮側索硬化症，即係冰桶挑戰嗰種病嘅病人。佢發現呢啲病人竟然有高度相似嘅性格特質，包括過分地負責任，乜嘢都攬上身，覺得所有問題都係自己嘅錯。有啲就係壓抑憤怒，就算心入面好嬲，表面都要維持斯文、大方、體面。另一啲人呢，就係唔識拒絕，永遠將人哋嘅需求放喺自己前面，驚拒絕人會失去認同。如果根據心理神經免疫學嘅解釋，點解好人特別容易病呢？因為憤怒同免疫系統係有一樣嘅功能，就係保護邊界。當有人冒犯你，你正常嘅反應應該係憤怒去推開對方。同樣，當細菌入侵，你嘅免疫系統應該去攻擊對方。但如果你喺心理上長期壓抑憤怒，你嘅腦部會發出一個信號，唔好攻擊，要忍。結果係點呢？
你嘅免疫系統會變到混亂。既然唔可以攻擊外人，佢就唯有轉頭攻擊自己嘅細胞。呢個就係自體免疫系統疾病嘅心理根源。你嘅身體只係喺度代你表達你唔敢講出口嘅嗰句我受夠啦。好多人會話我細個生活好正常啊，冇被虐待，冇食唔飽。但麥特醫生話，創傷唔係只有發生咗壞事，創傷亦可以係應該發生嘅好事冇發生。人類嬰兒有2個基本需求：第一，歸屬感、被照顧、被愛嘅需求；第二，真實性，表達自己真實感受嘅需求。喺香港嘅教育制度同家庭入面，呢2者往往係衝突嘅。父母可能會話：如果你唔聽話，唔考到好成績，我就唔中意你。為咗換取歸屬感，小朋友唯有犧牲真實性，佢會戴上面具，扮到好乖好努力。呢種犧牲會令你嘅神經系統長期處於過度警覺狀態。長大後，就算你已經係一個成功嘅專業人士，你潛意識入面依然可能係嗰個驚被遺棄嘅小朋友，所以你唔敢辭職，你唔敢停低，你唔敢對老細講唔好。更恐怖嘅係呢種創傷會遺傳。一個焦慮嘅母親，佢嘅皮質醇會透過胎盤傳俾胎兒。我哋依家睇到咁多過度活躍或者自閉症嘅個案，麥特醫生認為呢啲唔單止係基因問題，而係我哋呢個有毒社會帶嚟嘅集體創傷。面對咁大嘅壓力同創傷，我哋人類本能會方法去逃避。麥特醫生對上癮有極之深刻嘅見解，因為佢自己都係一個購物成癮者同工作狂。佢問所有吸毒者嘅問題唔係點解你要吸毒，而係你到底有幾痛呢？對一般人嚟講，毒品可能離你好遠，但軟性上癮喺在你手邊。例如社交媒體成癮啦，透過不停刷短片嚟填補心入面嘅孤獨感；又或者工作成癮，透過不斷追求成就嚟掩蓋自我價值嘅缺失。有啲人就係消費成癮，透過買嘢嚟獲得嗰幾分鐘嘅多巴胺快感。麥特醫生認為，唔好問點解會有上癮，要問點解會有痛苦。呢啲上癮行為其實係我哋喺呢個社會入面到嘅唯一止痛藥。但問題係，止痛藥唔會治好傷口，佢只會令你對傷口更加麻木。當你越麻木，你就離你自己嘅真實自我越遠，最後身體唯有用病嚟叫醒你。影片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聽日你冇咗份工，你覺得自己仲係邊個呢？如果你覺得自己一無所有，咁代表你已經喺呢個正常的迷思入面迷失咗太耐。麥特醫生寫呢本書係要俾一條山路我哋行。療癒唔係返去以前冇病嘅狀態，而係重新變得完整。佢提出咗療癒嘅5個核心之處。第一就係要意識到你嘅病，你嘅焦慮唔係基因缺陷，而係身體俾你嘅信號。第二，接納，唔好再責怪自己點解唔夠好。接納自己有傷口係修復嘅開始。第三，憤怒，重新學識說不，重新學識保護你嘅心理邊界。適當嘅憤怒有時係生命力嘅體現。第四就係唔好再做受害者。雖然環境有毒，但你可以決定點樣回應，你可以決定今日要唔要停低休息。第五係真實性，返嗰個未被社會扭曲之前嘅自己。我哋未必可以即刻改變香港嘅樓價，亦都未必可以阻止人工智能嘅浪潮，但係我哋可以決定唔再做嗰個正常嘅病人。下次當你覺得唔舒服嘅時候，唔好淨係諗住食藥，試下問下你自己嘅身體，到底想話我知乜嘢信息呢？多謝你聽完呢集正常的迷思導讀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，
或者令你對生理、心理嘅疾病有咗新嘅睇法，請你一定要分享俾你身邊朋友，佢哋可能正處於病痛嘅邊緣。好啦，聽完本書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讚好我哋，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做一個清醒、健康、有溫度嘅人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